有人说，出轨的男人就像过期的鲱鱼罐头，看着恶心，吃着更恶心。所以，他唯一的归宿就是待在垃圾箱里，等着被回收。姐姐，贺总，您今天刚回国，董事长还在等着你呢。退下。是。弟弟，你长得好帅啊！小心，姐姐，你喝醉了，我送你回去。有没有人说过，你帅的让人把持不住？姐姐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别吵，专心点。该死，喝酒误事，怎么昨天控制不住呢？他应该是个鸭子吧？姐姐，早啊。早。姐姐怎么一副做了坏事想逃跑的样子呀？没有。姐姐不会睡完我，提起裙子不认人吧？这张卡里有10万块钱，你拿着。什么意思啊？就当是给你的补偿，昨晚的事情你就当没发生过。10万块，嫖资？姐姐这是把我当鸭子了。哎，你们看梁律，今天是不是跟昨天穿的一样？好像是。难道他昨晚没回家？他自我要求这么高的一个人，一件衣服穿2天啊？就是啊。你昨晚去哪了？你昨晚去哪了？这是什么声音？陆律，你慢点儿，下班了，别被锦和姐发现了。放心，她还在加班，发现不了。讨厌啊！我去哪儿，没必要跟你汇报吧？我倒是想问你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我昨晚谈案子去了，看到你消息的时候太晚了，就没回你，不开心了。我哪敢生陆律的气？好，今晚回去好好陪陪你。贺氏集团的年度竞标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还有准备，先进去了。好。梁锦和今天怎么感觉有点奇怪？难不成他发现我和小小的事？不管怎么样，贺氏集团的竞标案今天不能再让他接手，必须由我来拿下。锦和姐，我提醒你一下，我不是你姐，这是律所，按照规定，你应该叫我梁律。好的，梁律。冯潇湘，你以为你抢走了陆枫就是大赢家？你还真是天真，一个出轨的男人而已，就像破了的衣服，扔掉买件新的就好。下午会有一批实习生来面试，你准备一下。好。贱人，等我让陆枫把你甩了，看你们嚣张到什么时候。我看你的简历之前有过在律所实习的经验，那请你解释一下《律师职业行为规范》第63条关于利益冲突的问题。如果你的当事人向你明确承认杀人事实，但要求你做无罪辩护，你会怎么处理？
我实习主要做文书工作。那当然是按他说的做喽。律师不就是拿钱办事儿吗？下一个。这些来面试的人都不行啊。还有最后一位候选人，再看看吧。怎么是你？怎么是你？姐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梁律，你们认识？不认识。当然。你们到底认不认识啊？可能我还没有做到让姐姐可以认识我的地步吧。这小子难道要把自己做鸭的事情拿出来宣扬吗？毕竟姐姐可是我的偶像。这小白脸和梁锦和是什么关系？行了，赶紧坐下吧。贺潇野是吧？我看你的简历上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，这是你的第一份实习工作。我是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，不过我有其他领域的经验。这个疯子究竟想要说什么？你没有工作经验，抱歉，我们这份工作可能不太适合你。我记得贵司的招聘要求上明明写的就是专业对口即可。顺便提一句，我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兼法学的双学位证书，我想应该能达到贵司的招聘标准吧。梁律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如果你的客户向你提供一份伪造的银行流水，要求作为离婚诉讼财产证据，并且承诺胜诉后会介绍10个案源，遇到这种情况，你怎么处理？我会向客户声明，伪造证据是严重的违法行为，并且建议他们通过合法途径收集证据。作为律师，我的职责是帮助客户在法律框架内争取合法权益，而不是通过违法手段赢官司。这小伙子不错。是啊，就定他吧。梁律、陆律，你们俩觉得呢？梁律的人，我不发表意见。贺潇野确实是所有候选人里面最优秀的，那你先进律所试试吧。谢谢梁律，我一定会好好向你学习的。需要肩膀吗？我可以借给你。姐姐，我终于考起你了。以后你就跟着我，主要工作是负责案件的资料整理和文书起草。我这人喜欢效率，所以别拖后腿。姐姐，你好像忘记了点什么。什么呀？我不记得了。姐姐刚才假装不认识我，昨晚扯我领带的时候，可没这么生疏啊。我记得我今天早上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你拿了钱就要有契约精神。这里是律所，不要再提昨晚的事情。还有，以后请你跟我保持正常的社交距离。姐姐还真是公私分明啊。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都听姐姐的。贺氏集团的竞标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律所要参加，胜率还差1个。晚上你跟我一起外出收集资料去，这个案子必须拿下。遵命。你一个女人，平时都是单独来这种荒郊野外的地方？我们做律师的，去哪儿不是都很正常吗？比这更偏僻的黑作坊我都去过。我先进去，你去把车停好。好。这个装一下，在那个箱子里。你好，请问你们这的负责人在吗？我是和风律所的律师，我姓梁，我这次来是来取证的。律师？原来就是你这个黑心律师要害我老子坐牢，我正愁找不着你呢，现在倒好，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们这是合法取证，你们有义务配合。配合？我们就不配合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
你害我哥坐牢，我们还要配合你们取证，凭什么？兄弟们，给我上！你们别乱来，你们这样是违法的。我管你我的哪门子法，有本事你告我去，给我叫起来！刑法第20条，正当防卫。如果你们还想继续的话，我不介意奉陪到底。还配不配合举证？配合。配合。姐姐，好痛啊，算是工伤吗？算，我给你报销。哎呦，姐姐，我这个腿已经走不了路了。可我刚刚怎么记得你伤的是胳膊？啊，我胳膊也疼。胳膊疼会走不动路吗？哎，你这个狠心的女人，我刚救完你。把胳膊伸出来，我给你处理一下吧。姐姐这是在心疼我吗？不想上药的话就算了。哎，好，我错了。一个鸭子，又是哈佛毕业，还这么能打，他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你这车里怎么什么都有啊？是百宝箱吗？这种事情遇见的多了，早就司空见惯了。你以前经常遇到吗？经常也不经常，干我们这行久了，你会发现这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。那你之前都是怎么处理的？当然是跑了，我肯定不会像你这么傻，直愣愣的白挨这一下。不过今天还是谢谢你。我心甘情愿的。怎么了？是我弄疼你了吗？你一直看着我干什么？是我脸上有东西吗？姐姐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漂亮？梁景和，你刚才难道在期待什么吗？姐姐刚才不会以为我要亲你吧？闭嘴，回律所。怎么，姐姐你羡慕人家？你是在笑话我吗？看着自己男朋友出轨自己秘书，你觉得我会羡慕？原来陆枫是姐姐的男朋友，放着姐姐这么好的女人，居然还出轨。我是在恭喜你，早日看清渣男真面目。不过都这样了，怎么还不提分手啊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不用你管。啊？学会断舍离是一个好的习惯，就像变质的感情，如果堆积起来不解决的话，就会腐臭发霉，影响生活品质。密码怎么换了呀？因为该换了，再不换就烂了。你在说什么呀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看到的意思。这里是我家，我的房子，请你立刻离开。梁景和，你发什么疯啊？我发疯？那你看看这是什么？
你昨天都看见了？不止昨天，还有那天晚上你们在办公室乱搞，我也全都看见了。陆枫，你还真是让我觉得恶心。既然你都看见了，那我就承认好了。对，我和小小在一起了。陆枫，你真是有够不要脸的！让我猜猜，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从冯小小入职的那一天开始？这你就没必要知道了。你们之间那些龌龊事儿，我多听一句我都嫌脏。喂！立刻拿着你的垃圾，马上滚出我家！梁锦和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陆枫，你现在老老实实的拿着你的东西滚蛋，我们还算是和平分手。律所有你49%的股权，我希望拿出你的专业态度，不要影响到律所的正常运营。股权？好啊，既然你提到股权，那就看看这回谁能拿下贺氏集团的竞标案。赢的人全权掌控律所，输的人交出所有股权，然后滚蛋。你敢吗？就等你说出这句话了，陆枫。这次的竞标会，我一定会让你彻底滚蛋。没问题，我奉陪到底。我倒要看看，咱们俩谁能笑到最后。好啊，梁锦和，咱们走着瞧。再怎么样，我也不会输给你一个女人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梁律和陆律分手了。现在冯小小上位，以后咱们都得巴结巴结他，不能把他得罪了。是啊。梁律，你的咖啡。你来的正好，这些你去复印一下。这么多，梁律，我恐怕没有这个时间。我一会儿还要陪陆律去拜访客户呢。陆律，冯小小，你究竟是谁的秘书？梁律，你是不是因为我和陆律之间的关系惹你生气了？冯小小，我不管你和陆枫是什么关系，现在是工作时间，你是我的秘书，我请你拿出你的专业素养，我不想再重复第二遍。现在马上去复印。我知道了。见。梁律，都复印好了。冯小小，这些都是什么？我让你复印的资料缺页漏页不说，有的还没复印上，这么简单的工作你都做不好。梁律，对不起啊，你给我安排的工作真的太多了，我实在是做不过来。多？我现在除了让你复印个资料，我还让你做什么了？冯小小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要是做不好，随时随地可以走人。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峰哥，梁律他总是处处针对我。梁锦和，你干嘛总是刁难小小？这就是你说的专业态度吗？我故意刁难他，那你要不要问问他，复印这么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，我怀疑他根本就是故意的。人总会有不小心的时候的，发这么大火干什么呢？陆枫，我们这是律所，不是过家家。起诉资料但凡出了一点问题，随时都有可能改变判决结果。你说我有没有必要发火？可能就是一不小心而已。梁锦和，我看你就是无理取闹。哎呦，这年头啊，绿茶都能成精。这一大清早，茶香四溢呀。峰哥，你看他，连一个实习生都这样说我了。贺萧爷，管好你的嘴。行啊，我不说了。那我给大家看看这个。你们都欺负我。梁锦和，这就是你找的实习生？他出来伸张正义，不就是我们律师要做的吗？好，你等着，嚣张不了多久。走。拜拜。何小野，如你所见，我现在有场硬仗要打。3天后，贺氏集团的竞标会，我一定要拿下。现在，我需要你。你放心，
无论如何，我都会站在你这边。姐姐，如果这是你想要的，我会双手奉上。只要拿下这个案子，陆枫和冯小小会离开律所，反之就是我了。好，那我就祝姐姐拿下贺家的案子。不过，我需要得到一点奖励。什么？这小子，他是不是都是这么讨好富婆的？贺总，您到底什么时候回去啊？董事长那边我实在瞒不过去了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可是这次您回国这么久了，连贺氏集团的大门都不见，董事长已经大发雷霆了。怎么？他当年几句话就把我发落到国外，现在几句话又想把我召回来，告诉他，看我心情。是。对了，集团是不是有个律所竞标会？好像是有。您怎么突然关注这种小事啊？平时都是怎么操作的？以前都是直接内定给长期合作的律所，走个过场就行。这次我要求公平竞争，到时候我要亲自到场。明白。那不是贺萧野和贺氏集团的秘书吗？他们俩怎么会在一起？糟糕，他怎么来了？你在这儿，我解释不清，赶紧走。姐姐，下班了。刚刚跟你说话的那个人，不是贺氏集团的总秘书吗？你们怎么会认识？怎么可能？你肯定是看错了。他是我的朋友，过来跟我借钱的。我这兜比脸还干净，我就把他打发走了。我应该没看错呀。可是贺萧野一个实习生，怎么会认识那样的人物？哦，那我先走了。姐姐，今天晚上带我回家呗。想都别想。小弟弟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哭啊？姐姐，我爸爸死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亲人离世后，会变成天上的星星，一直守护着我们。真的吗？姐姐的爸爸是缉毒警察，在一次任务中遇难身亡。虽然我连他一张照片都没有，甚至不知道他长什么样，但是我知道，他就像天上恒久闪烁的星星，一直爱着我。你爸爸也是，就算生命停止，他对你的爱也绝不会失去的。谢谢你，姐姐。需要肩膀吗？我可以借给你。姐姐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是你给了我依靠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依靠。今天紧急开这个会，是关于贺氏集团竞标会的案子。这个案子是江城最大的金融跨国纠纷案，金融案件是我的强项。我提议由我带队去竞标。我想咱们律所应该没有人做金融案胜诉率比我更高的吧？我反对，这个案子标的额太大，更加需要全面的团队协作。我提议由我带队，各位意见如何？我支持陆律。是啊，这个案子还是陆律合适。
我认为应该也让陆律带队竞标。看来陆枫已经收买他们了。既然大家意见不统一，那不如这样，和风律所是我和陆枫共同创立的，既然要争，那就各自带团队竞标。就像之前说的那样，输的人要交出全部股权。不过，我现在要求加码，输的人不但要转让全部股权，还要离开律所。成交。梁景和，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，一定会让你吐出股权，永远滚出律所。姐姐，已经凌晨3点了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不行，之前整理好的资料全部都被冯小小泄露给陆枫了，现在必须重新整理。谢谢你陪我熬夜。能够帮到姐姐，我陪到多晚都可以。再说，之前又不是没有陪过。你看这，这个证据链的衔接有些薄弱，可能会被对方抓住漏洞。是不是我们可以从经纪人的资质的方向着手？这个切入点很刁钻啊，没想到你还挺有用的。这样一改，这个案子总算能有个完美的了结了。我这么有用，姐姐是不是要奖励我点什么？我们不能。为什么不能？你已经分手了。可是，姐姐，遵从你的内心，做你想做的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这次的跨国金融大案，贺氏集团可是格外重视。今天据说，传闻中的那位太子爷也要来。什么？你是说一直在国外深造，把华尔街都杀疯了的贺家独苗，贺氏集团的太子爷也要来？我听说是贺老要退休了，贺氏集团有意为他铺路，准备把集团业务慢慢转移到太子爷手上。那他以后岂不是江城最大财团贺氏集团的掌权人啊？怪不得各家律所都派出了最厉害的王牌律师，看来势必要拿下这个案子。贺总，董事长已经来公司了，我这边真的拖不住了，您快来吧。知道了。姐姐，我还有点事，得先离开一下。好，快去快回。好。今天来的都是各大律所的王牌律师，看来有场硬仗要打了。嘿呦喂，这不是我们江城第一女送棍梁大律师吗？陈律，你们律所派你来，看来这个案子是不想要了。梁律，你先别急着呛我，自己的男人都被人当众撬走了，你还有脸来参加那竞标会啊？他就是和风律所的梁景和吧？据说这个律所就是他和他前男友陆枫合开的。真是讽刺，爱情长跑10年，还被人撬了墙角。但也不能怪陆枫，像梁锦和那样强势又无趣的女强人，陆枫能忍10年已经很不错了。是啊，我们男人啊，谁不想要温香软玉和年轻小美女的温柔乡啊？是啊。陈律，这是我的私事，和竞标案不相关吧？再说，这陆枫不过也就是我不要丢掉的垃圾而已。梁律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峰哥呢？梁律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峰哥呢？梁律，
峰哥在律所里对你照顾有加，连你喜欢喝的咖啡品牌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峰哥，你脾气也太好了，被别人说成这样，你也不生气的吗？他当然没有资格生气，毕竟找小三的是他，不是我。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刻薄啊？怪不得峰哥受不了你。峰哥，你跟他在一起这么久，一定受了不少委屈吧？他就这个性格，我都习惯了。陆枫，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会说场面话，真是虚。梁静和，分手的事情不能怪我，我妈只不过是想让我们早点结婚生孩子，结果等你这么多年，你死活就是不愿意。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有我的事业，我梁锦和不是你们家的生育机器。哎呀，梁律，你就别生气嘛。峰哥妈妈只不过是想要个孙子而已，帮老人家完成心愿，那不是应该做的吗？哟，这么喜欢替别人完成心愿，好呀，那我祝你一胎十宝，还都是儿子。梁律，你都已经30岁了，脾气还这么大，怪不得峰哥受不了你。这做女人啊，还是得温柔一点，不然可就没人要了。好的，乔乔，我们不和这种人一般见识。是我失忆了吗？刚刚不是你们这对狗男女上赶着和我见识吗？梁静和，这里是公共场合，我已经忍你很久了。你还记得当时我们在律所的赌约吗？谁拿下贺氏的案子，谁就是和风的主人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忘的。不过，现在我改变主意了。什么？既然要玩，那就玩点大的。输的人不仅要交出股权，离开律所，还要永远退出律界。你敢吗？老头子现在什么状况？生气，非常生气，已经摔了好几个杯子了。知道了，你去竞标会现场盯着，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。是。爷爷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你还知道有这个家，还知道有我这个爷爷。爷爷，我这不回来了吗？说这些日子上哪去了？公司不管，家也不回。我还能干嘛呀？我回国了，你不得让我休息一会儿吗？贺总，梁小姐被针对了。爷爷，我那边还有些急事要处理，一会儿回来您再接着教训我。哎，这臭小子，你敢吗？赌这么大，梁律和陆律谁离开都是律师界的损失吧？哇，这个梁律太霸气了，就不知道这个陆律有没有胆量去接这个赌约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梁景和，贺氏的案子我一定会拿下，并且我会让你输的心服口服。梁律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等我们拿下贺氏集团的案子，像你这种上了年纪又丢了工作的老女人，可就一文不值了。是谁说他一文不值的？贺家太子爷。快，太子爷来了！是谁说他一文不值的？哇，好帅！他在我心中是 Somin Chen， 是 Hortensia， 是律界高不可攀的女神。贺萧野，贺萧野，你个实习生装什么大一般了？哦，该不会你以为自己姓贺就可以碰瓷贺氏集团了？梁景和，管好你的实习生吧，这里可是贺氏的地盘，要是惹怒了贺总，影响了我们律所招标，我饶不了你们两个。贺萧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姐姐，别急，马上就知道了。这不是贺氏集团的总裁秘书吗？贺总，都准备好了，竞标会可以开始了吗？他是总裁。开始吧。是。什么？他
他竟然真的是江城第一首富贺氏集团的总裁！完了，这下完了！峰哥，你先别急，只要竞标会按正常流程进行，那么梁锦和就一定拿不到这个案子。你是说？没错，只要梁锦和一打开竞标资料，他就等着傻眼吧。下面有请和风律所的梁锦和律师进行招标方案陈述，有请。梁锦和，你就等着当众出丑吧。不可能，怎么会？我明明已经把 U 盘里面的内容删除了呀！在开始前，我想先请大家看一个有趣的视频。这是谁啊？还在背地里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？说好的公平竞争，这太低级了！简直是行业败类。就是啊。贺总，您看，贺氏集团绝不容许用这种龌龊手段的律师参与竞标，取消他们的参赛资格。是，请吧。感谢大家的等待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再次有请梁律师继续他的方案陈述。哎呀，这是确实做得好啊，果然有料。这就是有水平，还真是。接下来为大家宣布本次竞标会的最终结果。经评委席一致决定，本次贺氏集团金融纠纷案将由和风律师事务所梁锦和律师团队负责。姐姐，姐姐，等等我。有事儿吗？姐姐，恭喜你拿下了案子。何小野，啊不，我现在应该尊称你一声贺总。姐姐，你别这样。贺总，把人蒙在鼓里，看人像小丑似的被你耍得团团转，有意思吗？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，我也不知道我们律所要参与贺氏的案子。那我问你，你当初接近我是什么目的？还有，你堂堂贺氏集团总裁，为什么要来律所实习？现在绝对不能告诉他当年的事，在他看来，那只会是另一个处心积虑的证明。我承认，我去律所的确是因为觉得你有趣才接近的，但是我后来发现，我真的爱上你了。贺小野，你觉得我现在还会相信你吗？江城第一首富，贺氏集团继承人，就别来玩弄我们小老百姓的感情了吧。我不想再看见你了，请你离我远一点。姐姐，我绝对不会放手的。生气也要记得好好吃饭。这自己一看就是贺小野的，还是热的，他才走吗？姐姐，早啊！早餐记得吃啊！你什么时候搬到我隔壁的？这壶我早就买了，最近才搬进来的，怕吓着你。贺总吓着我的事情还少吗？我再提醒你一遍，我没空跟你这种富家少爷玩这种无聊的游戏。还有你的早餐，我不需要。姐姐，这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我干的。姐姐，车坏了，要不然去顿坐我的车，顺风车，我捎你一程。姐姐，
你今天不是还有重要的会议要开吗？如果你再不走的话，可就要迟到了。安全带，安全第一。姐姐，姐姐，你还要跟着我到什么时候？实习生也要上班啊？贺总，适可而止吧。这种实习生的游戏还没玩够吗？你被开除了。你们俩怎么还在律所？我也是律所的合伙人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就是啊，陆枫、冯小小，需要我提醒你们在竞标会上发生了什么吗？贺氏的竞标案我拿下了，作为我们的赌约，输的人要交出律所的全部股权，离开律所，并且永远退出律界。你们不会忘了吧？那只是口头协定，不具备法律效力。在场的所有同事都可以作证，这些都是你亲口说的。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是你们自己体面的离开，还是我请你们？老张，把他们2个人都赶出去。老张，走，干嘛呀我？拿着你们2个的东西滚蛋，别再让我看见你们。峰哥，这破地方我们不待了，看他那嚣张的几时。梁启和，算你狠！你别以为你爬上贺萧野的床就高枕无忧了，我告诉你，我饶不了你！别狗叫了，手下败将。大家工作辛苦了，我请大家喝奶茶。谢谢何姐。贺总，您跟梁律是什么关系啊？我在追她的关系啊。啊，那就祝贺总早点追到梁律了。欠你们吉言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晚上我要在贺氏的酒店办 party， 想要邀请大家一起去玩。真的？哇塞，是那个超5星的酒店吗？我还从没去过呢。从没去过这么高档的地方。他已经不是这儿的实习生了，谁让他进来的？老张，梁律，我拦不住贺总。梁律，你就别为难人老张了。好甜呐！我明晚举办 party， 你可一定要来。我不去。那真是太可惜了。梁律不去，我们的这个庆功宴就没有主角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就取消吧。庆功宴？专门给你庆祝的呀，庆祝你拿下贺氏的案子。梁律，我们一起去吧。是啊，我们都可期待了呢。对啊。哎呀，我还从没参加过这么高端的 party。梁律，去吧，就是啊去吧，就是啊，梁律，一起去吧，去吧，去呗。梁律，去呗，一起去啊，去呗。好吧。好，那我明天晚上去接你。不用，我自己去。我们姐姐不会是想临阵脱逃吧？谁说的？我梁锦和既然答应了，就绝对不会食言。好啊，那我等你。大家明晚见。明晚见。这个混蛋又被他算计了。梁律是真的太厉害了。哎，他来了。小心！姐姐，你今天好美。少来这套。那姐姐记得这条领带吗？何小野，你想干什么？这条领带是我们的开始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当然要戴它。
有病就去治。贺总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好，晚宴开始吧。是。哇塞，梁绿今天好不一样啊！是啊，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见梁绿不穿正装的样子。梁绿穿这件礼服可真好看。就是啊，好漂亮。谢谢。欢迎大家来到和风律所庆功宴。下面有请贺氏集团总裁贺萧野先生致辞。今天这场宴会，除了庆祝律所拿下贺氏的案子，还有一件事，那就是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向一个人道歉。道歉？这不知道。也不是庆功宴吧？贺萧野，他想干什么？他是不是疯了？梁景和，对不起，我不该隐瞒身份接近你，但是我对你的感情，从始至终都是真心的。哇塞，当众表白，好浪漫啊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磕到了。姐姐，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，好吗？梁绿，梁绿，他们发生什么事了？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你先别着急走啊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我不要你的东西。你先别着急拒绝，你看了再说。这是什么呀？打开看看。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，抱着我的人是……没错，是你的父亲。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见过你父亲，这是你的遗憾，所以我帮你找到了他。你父亲是个真正的英雄。爸爸，你长得这么帅，我好想你。姐姐，你可以在我怀里尽情的哭。快来快来！哟，梁绿，贺总送的哦。梁绿，你跟贺总进展的怎么样了？我看他最近每天送花送饭送咖啡的，我们都跟着沾光，最近连外卖都不用点了。梁绿，是啊，你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心动？是啊，梁绿，你就真的不考虑了吗？你们很闲吗？不用工作了？没有没有，我们这去工作。姐姐，今天也要开心啊！见。怎么是你？早餐怎么不吃啊？不合胃口？贺总，别仗着自己有钱就收买我们律所的人，到时候他们丢了工作，就都是你的错。赶紧出去！贺萧野，姐姐，你都已经躲我1周了，终于再听见姐姐叫我名字了。你想干嘛？这里是办公室，你别乱来。又不是没有在这里亲过姐姐。那你也不能，你这是职场性骚扰，我可以告你。那梁绿就告吧。贺萧野，姐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
我就是看你眼睛上有东西，想帮你弄掉。我自己来。姐姐，之前在庆功宴说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对你是真心的，你不要再躲着我了，好不好？是你说的让我追你，你不让我见你，我怎么追啊？你先起来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强迫你的。那我晚上送你回去？不用了。那我明天早上给你买吃的，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准备。贺小野，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就报警了。好，那我回去了，记得按时吃饭。姐姐，见到你一面，我就满血复活了。峰哥，你说这个梁锦和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？我听说前段时间还故意搞个庆功宴，恶心谁呢？梁锦和这个贱人，害我失去一切，他居然还有闲工夫办什么庆功宴？我看他呀，早就和那个贺氏集团总裁搞到了一起，要不然堂堂贺氏集团总裁屈尊降贵来一家律所当实习生，说出去谁信呢？这分明就是他梁锦和设下的局，要把你踢出律所，好独吞所有股权。梁锦和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峰哥，既然贺氏集团总裁和律师搞到了一块儿，那我有个法子能够一箭双雕。听说了吗？网上都在传梁律啊是靠那种关系才拿下贺氏案子的。不会吧？梁律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啊。可是贺总天天给梁律送吃的还有花，而且上次庆功宴确实向梁律表白了，案子开个后门很正常嘛。快走快走。进。我已经让人查了，不用想就知道，肯定是陆枫和冯小小做的。的确是他们。他们这是造谣，你先出去吧，我准备让人起诉他们。姐姐，这种事就不劳您费神了，交给我来处理吧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要让他们知道造谣者的代价。我知道，大家最近看到了一些不实传闻。今天召开这个会，就是想要告诉各位，我已经向陆枫和冯小小发起了律师函，控告他们诽谤、侵犯我的名誉权。这件事情不会影响到律所，还请各位放心。真的没事吗？梁律这是要硬刚？真的假的？万一影响到怎么办啊？我去，贺氏集团召开记者会了。啊？真的？什么？又澄清了？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贺氏集团现任总裁贺萧野。在这里，我要郑重地澄清一件事：梁锦和律师拿到贺氏集团的案子，靠的是他的专业能力。这一点，贺氏法务部可以作证，不存在什么走后门。哇，天哪！贺氏集团太子爷第一次开新闻发布会，竟然是为了辟谣。贺总，请问您和梁锦和律师究竟是什么关系？你们现在是在谈恋爱吗？暂时还没有，不过我正在追梁锦和律师，他还没有同意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如果有人借机抹黑他，那就是与我贺氏为敌。贺萧野居然就这么说出来了。太
太子爷不愧是太子爷啊，好帅啊！梁律，你怎么还不答应？是啊，太浪漫了。既然事情都已经澄清了，大家就都回去工作吧。哎呀，走吧走吧，走吧走吧，好了。何萧野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什么故意的？记者会，你说你在追我。这不是事实吗？你别以为这么说，我就会感动。那还要我咋样？要我再公开给你表白一次？还是……贺总，请你自重。这就是你出的好主意！我现在被整个贺氏集团起诉，整个法律圈都知道了，我这辈子都别想好过。峰哥，我也不知道贺萧野他会召开记者会。是他信誓旦旦地说能搞垮梁锦和吗？现在好了，他妹妹脱身，成了全网心疼的受害者，而我呢，我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峰哥，你别这样，我们还有别的办法的。办法？你有什么办法？贺氏集团法务部是吃素的，梁锦和现在有贺萧野撑腰，我们拿什么跟他们斗啊？峰哥，冯小小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是完了，你别想好过。梁锦和都是因为你。梁锦和女士，您的花签收一下。谢谢啊。你男朋友对你可真好，天天给你送花。何萧野，他到底要这样坚持多久？你就是梁锦和？请问你是？许心妍，贺萧野的未婚妻。未婚妻？未婚妻？怎么，萧野哥哥没有告诉你啊？梁小姐，我劝你离萧野哥哥远点，免得当了别人的小三儿都不知道。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警告你，别以为攀上贺家就能飞上枝头，有些圈子不是你能进的。果然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何萧野，原来你也一样。姐姐，我来接你回去。不用。啊，雨太大了，你车又没修好，一个人回去不安全。何萧野，我车坏了不是拜你所赐吗？你明明有未婚妻，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？这样玩弄我有意思吗？是不是许心妍去找你的？你听我说，她只是我爷爷安排的联姻对象，但我从来没有承认过。那他为什么说她是你的未婚妻？可能是我妈那边。你放心，我一切都可以解决。何萧野，我已经不知道你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了，我不想再跟你扯上任何关系了。哎，别跟着我。装什么装？不是都在这买房了吗？干嘛还要在下面淋雨？
小野，下这么大的雨，你站那干什么呢？求你原谅我。你疯了吗？我是疯了，姐姐，对不起。原本这些事我想之后慢慢告诉你的。你不是在隔壁买房了吗？你装可怜给谁看呢？贺小野，你嘴里有一句实话吗？因为我错了，我替你惩罚我自己。除非你原谅我，不然我不回去。姐姐，我好冷。冻死你算了。姐姐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。我们先上去再说。何小野，何小野，何小野！你醒了，要不要喝点水？何小野，姐姐，我从来没有爱过别人，这辈子想娶的人只有你。姐姐的身子好烫啊！何小野，你一个发烧的人，跟我比身子烫。原来姐姐有害怕的东西啊！我那是怕你被雷劈。刚才向我求饶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个语气啊！何小野，姐姐，你现在可以原谅我了吗？可以给我个名分吗？我知道，你不是对我没有感觉，我们可以试试。如果你要是觉得不合适，随时都可以喊停。或许我真的可以试着走进一段新的感情。好，我们试试。那我现在是试用期了。都听姐姐的。姐姐，你终于答应我了，我们之间永远都不会结束的。梁略，贺总请客，说是庆祝重要日子哦。贺小野在搞什么？这种事情需要昭告天下吗？梁略，你家贺总真的太浪漫了。梁略，现在天气这么热，你穿高领毛衣闷不闷啊？太甜了。贺小野，姐姐想我了？贺小野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请同事喝咖啡而已，姐在想什么呢？你有不幼稚？这种事情需要昭告天下吗？你是小学生啊！可是我就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是我的。我不要理你了。停水了。
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今天有停水通知吗？没有啊，可能是您家水管堵住了吧？那麻烦你们来看一下吧。不好意思啊，要不你先忍忍，我都下班了，明天一早给你安排。姐姐，我这儿有一瓶上好的。姐姐，我这儿有一瓶上好的。怎么了？家里水管堵了，没水。哦，停水了，那去我家住呗，我家客房空着呢。我怎么感觉你像是早预料好的？天地良心，我不是那种人啊。再说，姐姐现在不去我家的话，还能去哪儿？我可以去住酒店啊。住什么酒店啊？酒店哪有我家香啊？再说了，姐姐舍得让我独守空房吗？你，哎呀，好了，天色不早了，你看太阳都快落山了，走。你，哎，等等，我还是觉得不太对劲。我们家停水，该不会是你的手笔吧？今天把3栋1601的水给我停了。啊？哎呀，按我说的去做。如果他要来问，就说维修师傅下班了。是。哎呀，你这可就冤枉好人了。快进去吧，啊，太阳真的要落山了啊。那我先去洗澡。那边。我的衣服还在隔壁呢。啊，要不你穿我的吧，反正睡觉穿什么都行。我警告你，你不要乱来啊！你不乱来，你放心吧。啊。贺小野，吹风机呢？这儿呢。姐姐穿上我的衬衫，可真要命啊！少贫嘴，我要吹。急什么？给自己的女朋友吹头发，不过分吧？没想到你服务的还不错。我不仅吹头发服务不错，别的服务也不错。姐姐，要不要试一试啊？好啊，那我就试试。姐姐，看够了吗？我是来看早餐的，我不是来看你的。你别告诉我，这是米其林3星同款太阳蛋。回答正确，姐姐真聪明。你是不是没做过饭？要不我们还是点外卖吧。陆枫，陆枫，我饿了。陆枫，知道了，吃吧。你点外卖了，
还是这么油腻的东西？嫌油腻就别吃啊。陆枫，你是不是忘了我这肠胃炎还没好呢？饮食要吃清淡的。你也没说要点清淡的呀，事儿真多。算了。不用了，把焦的这边切掉，剩下的也能吃。我会学会的。学什么？学会做饭，学会照顾你。姐姐，搬来和我一起住吧。我想每天醒来的时候都能看见你。好。什么？我说同居。既然我们早晚都要住在一起，那为什么不早点行使我的权利？你现在也可以行使你的权利。哎，我们还是先把你的米其林3星太阳蛋吃了吧。姐姐，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。要不要我回去接你啊？不用，我还有个案子要处理，会晚点回家。行，那我回去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菜。好，那我就期待了。你这混小子，让我好找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天天不着家，我就不能过来看你呀？你回国之后，天天在公司忙。对呀，妈，我现在可忙了。再忙也得回家吃饭呢。今天晚上就跟我回家。不行，我今天晚上还有事，改天吧，妈。我现在真的很忙，你快回去吧。不对劲，很不对劲啊，贺小野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以前可从来都不会拒绝我的。以前是以前，你儿子现在也长大了，不忙事业，难道还能啃您的老吗？那我可听李助理说，你现在天天往一个律所跑，是不是看上律所里的女律师了？贺总，是夫人非要问的。是，我是有喜欢的女人了，妈您就别管了，到时机了我会带她回家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贺小野，你真是变了，我真好奇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能把我儿子调教成这样。哎呀妈，我真的有事，你快回去啊。李助理，送我妈回去。是，夫人，我送你回去。好。这小子真是有了媳妇儿忘了娘，我倒要看看他这个女朋友究竟是谁。你就是梁锦和律师吧？您是？我是贺小野的母亲。听说贺小野的母亲之前是叱咤商界、杀伐果断的铁娘子，果然来者不善。看来她已经知道我和贺小野的关系了。您好，我是和风律所的创始人，也是贺小野的女朋友。果然没有看错人，东西拿来吧。东西？他要拿什么？这是见面礼。我儿子从小到大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学做饭。我们贺氏集团准备投资你们律所。这是合同。我觉得你们律所是时候该扩大一下规模了。伯母，这太突然了。我看过你的辩护视频，沉稳冷静，有我当年的风采。更何况你把我儿子调教的这么懂事儿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你紧张什么？我又不会把它吃了。妈，眼光不错，
比许家那丫头强太多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先走了，回头有时间把儿媳妇带回家，回来吃饭，听到没有？知道了。我先走了，伯母再见。紧张了？你母亲的气场比10个法官加起来还要强。可是我看你刚才应对的很好啊，不愧是我贺萧野的女朋友。哼，好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还要上班呢。哎，亲我一口，再放你走。再亲一口。讨厌。景和啊，第一次来家里吃饭，千万别拘束啊。来，尝尝这道菜。萧野说你最爱吃这个了。谢谢伯母。食不言，寝不语。爷爷，景和第一次来。管家，去看看心妍那丫头到没到啊？许小姐说马上就到。梁景和这个贱人怎么会在这儿？爷爷、伯母，我呀带了你们最爱吃的。心妍来了，快，你放那儿，坐到萧爷旁边，这才是我们贺家认可的孙媳妇儿。爷爷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呀？你和心妍从小定的婚约，门当户对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去下洗手间。爷爷，我也去下洗手间。哟，30多岁的老女人了，还要玩灰姑娘的戏码呢？怎么，贺萧野带我来见家长，你着急了？还是说你连这个资格都没有？我急什么？贺家需要的是商业联姻、门当户对的助力，你能给萧野哥哥什么？钱、资源，还是等你这张脸老了，你觉得他还会要你吗？怎么，许大小姐对自己就这么没自信，只能靠家族联姻来绑住男人？许信言，你最好搞清楚，不是因为我的出现贺萧野才不喜欢你的，你把我当成敌人没有用。梁锦和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快，心妍啊，坐到萧爷旁边，这才是我们贺家认可的孙媳妇儿。贺家需要的是商业联姻、门当户对的助力，你能给萧野哥哥什么？钱、资源，还是等你这张脸老了，你觉得他还会要你吗？7岁的差距，贺萧野能坚持多久？干嘛喝这么多？想喝就喝了。是因为许心妍那些话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们在走廊说话的时候，我听见了。许心妍，你最好搞清楚，不是因为我的出现，贺萧野才不喜欢你的。你把我当成敌人没有用。本来我是想出面的，但是看你对得那么漂亮。他说的没错，我们差了7岁。姐姐，看着我。其实，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情：我们之前在酒吧不是第一次见面。什么？你还记得很多年前的一个下雨天，你遇到了一个哭得很惨的少年吗？
18岁那年，我遇见了你；23岁这年，我爱上了你。所以姐姐，我爱你不是一时冲动的事。何小远，我不管别人怎么想，我也不管别人怎么看，在我这儿，我就是喜欢你，梁景浩。我爱你，会爱到我的心脏停止的那一秒。我知道你担心爷爷那边，你放心，一切交给我。再说了，我们梁律办过的案子，比这个还难。姐姐，我这辈子只会叫你一个人姐姐，也只会叫一辈子。许小姐，久仰大名。冯小姐，看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这一次，一定要让梁锦和这个女人身败名裂。姐姐今天是在诱惑，我可以这么理解吗？我没有啊。梁律，万豪集团的张总临时组了饭局，说你必须到场才能签合同。你看，现在吗？不许去。何小野，别闹。你把地址发我吧，一会儿我就过去。好了，听话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哟，来，久仰，请坐，请坐。梁律师啊，久仰啊！知道你要来，我特意点了这里最贵的酒，来，咱们先喝一个啊！以后合作呢，还要您多多费心。张总，今天属实太晚了，明天还要上班呢，我就先以茶代酒。哎，梁律师，这喝茶怎么能行呢？你这是不给我面子喽。张总，我确实喝不了酒，还请您见谅。梁律，就一杯，意思意思。你要是喝不了，我替你喝也行啊。不过就是一杯酒，要是张总一定要让我喝，我喝了就是。这酒不对劲。好热。梁律，你喝多了，我扶你回去休息。哎呀，看这怪我招呼不周啊，李律，帮我照顾好梁律师啊。哎，放心。哎呀，没想到这药效这么快。搞定！鱼上钩了，太好了，可以下一步行动了。喂，
现在可以过去了。梁锦和，你终于要完了。还真是啊。一会儿进去拍清楚一点，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看到他这副下贱的样子。没问题。怎么是你啊？我和我女朋友在这儿约会，你拿着手机拍我们做什么？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冯小小，你觉得你和许心言用那些下三滥的手段就能扳倒我？不可能，明明应该是，怎么会这样？很意外是吗？你觉得下个药、拍个视频就能毁了我？愚蠢至极！不可能，不可能呀，不可能的！想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你和许心言那点伎俩？小小，放心吧，药已经准备好了。小小，冯小小是吧？梁律，你和冯小小准备给谁下药？记住，一定要亲眼看着梁锦和那个女人喝下去，把这事儿给我办漂亮，就这样。哦，原来是给我下药。来，让我听听你们的计划。梁律，这是冯小小让我这么做的。他给我一笔钱，让我在饭局上给你下药。我奶奶病重，我没办法呀，我是一时糊涂。我这就跟他说，我不干了。不，你要继续下去。什么？那我应该怎么做？将计就计。看来他们要行动了，我们也要行动。太危险了，我还是找人替换那个混混吧。不，要做就做真的，就要让他们以为自己得逞了。那你小心。我不怕，这不是有你吗？梁律，就一杯，意思意思。你要是实在喝不了，我替你喝也行。梁律，行了，事办完你可以走了。以前的事我就当没发生过。谢谢梁律。找死吧你钱！饶命！饶命！我们也是拿人钱财办事儿。戴总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接下来，好戏开场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别让他跑了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梁锦和，你怎么敢？许心言，你就这点能耐，用这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是吗？在江城，还没有人敢在我的眼皮底下动腾。少爷哥哥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徐心言，我之前一直给许家面子，不跟你计较。
但是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刷新我的底线。不是的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就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好吗？把他们交给警察。是。小野哥哥，你原谅我这一回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有没有受伤？好啦，我真的没事。而且我说过了，我相信你会保护好我的。再有下次，我就把你锁在办公室里，每天亲自盯着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是通知。听话，从今天起，你接的每个案子都要向我报备。刚才这里跳得多快，现在还是乱的。姐姐，你摸摸看。好，听你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公司那边有事？不是，我妈给我来电话，过几天就是爷爷的寿宴，让我要记得回去参加。这次我想带你一起去，姐姐，你愿意吗？带我回去砸场子啊？带你回去宣誓主权。姐姐，你现在逃跑还来得及，不过我会把你抓回来。你爷爷不会当场把我赶出去吧？那他就会失去他唯一的孙子。别胡闹，好好跟你爷爷说。今晚过后，我要让全江城的人都知道，你是我贺小野的女朋友。来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多吃点啊。贺少身边那位是？不知道啊，看他们的样子好亲密呀。锦和来了，萧野这孩子终于做了一件让我称心的事儿。伯母好。小野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位重要客人。是的，郑重介绍一下，我女朋友梁锦和。我记得贺家不是跟许家联姻了吗？那这个女的又是谁啊？听说许家小姐许心妍也来了。贺爷爷，贺爷爷，这是我们家酒庄82年的珍藏，我特地从法国空运过来的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我让心妍过来的，她是你的未婚妻，是我们贺家认可的孙媳妇。我的寿宴，她当然要来。爷爷，您知道许心妍都做了什么吗？不管她干了什么，贺小野，心妍她还小，不太懂事，况且她已经道了歉，已经认错了。我看这件事儿就过去吧。买凶下药的时候，他可不像是不懂事啊。年轻人犯错误啊，总是难免的。再一个，心妍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本质
并不坏。是啊是啊，萧野哥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爷爷，如果您还要履行那可笑的婚约，我就离开贺家。闭嘴！贺小野，你要为了这个女人放弃贺家的一切？萧野，不是放弃，是选择。在我这里，它比任何事情都重要。荒谬！贺氏是你应该承担的责任。他比你大7岁，还是个律师，他会给你带来什么吗？贺爷爷，虽然我不能给贺家带来商业联姻的利益，但是我敢保证，贺萧野和我在一起不会后悔。你现在就会说好话，10年以后，20年以后呢？何小野，你今天要敢踏出这个门，那以后就别想回来。走就走，不回来。你一点小插曲，让大家见笑了啊！寿宴继续，大家继续啊！来来，这就是你生的好儿子。爸，你消消气。萧野这孩子性子啊，那不跟您儿子当年一模一样吗？您当年不也说他是朽木不可雕吗？把他所有的银行卡、资金都停了。我倒要看看，他这个硬骨头离开贺家还能撑多久？好，让他吃点苦头也好，不愧是我儿子，有担当。贺爷爷，哎，爸，哎，来，你们继续吃啊！哎，爸，爸，贺萧野，你别想甩开我。今天你也都看到了，你怕不怕？我现在可是穷光蛋了。正好，我缺个暖床的实习生。那姐姐现在就该验货，看看我值不值得你养一辈子。赶紧接电话。喂，妈。你们走得急，忘了跟你说了，你外婆留的信托基金呢，我帮你转到锦和账户了。要当小白脸就当敬业点啊，儿子。好，谢谢妈。这笔钱我晚点转回给你吧。不用，转给你就收着。不行，这钱太多了，我不能要。哎呀，给你就拿着嘛，哪有给了金主的钱还要收回去的？再说了，我的不就是你的吗？老婆大人。谁答应你了？你别太得寸进尺啊！贺萧野，你能不能正经点？你都一穷二白了，还有心情想这个？其实我不用靠这个，我早就看好了一个医疗 AI 的项目，本身在国外就有想法，只不过贺家业务太传统了，他们不一定熟练。这次啊，对我和对贺家，或许都是机会。需要我做什么吗？陪着我，别嫌我穷。行，包养你。那刚才没做完的事，是不是还要继续呢？贺总，第2次测试又失败了。我找的第3个投资方也婉拒了，他们根本不信你能脱离贺家做成。我找了几个合作方也不肯合作。贺总，现在只有一个合作方，就是盛世集团的盛总，但是盛总那边的需求量很大，如果我们同意合作，按照公司现有的资金根本不够，
而且盛世集团要求我们的时间很紧，要求我们明天晚上必须测试成功。这时间根本不够啊！就是啊，这不是在难为人吗all in 全部资金。这会不会太冒险了？何萧炎，你想清楚了吗？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，我们必须全力以赴。贺总，我相信你。是啊，我们相信你。没错，贺总，我们相信你。我们相信贺总。谢谢大家，继续忙吧。啊，这个数据这几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攻破，对，看这个，看一下，调整一下。今天晚上必须解决。你看这个啊，行。何萧炎，你到底有多少把握？我要听真的，不是哄我。101%，多出来的1%，是因为我想你绝对会相信。怎么了？怕了？我是怕你太骄傲，忘了给自己留退路。你就是我的退路啊！有你在，我永远不会输。我相信你。明天下午我们见一面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律所有点事。萧野这孩子就是一时义气，离开我们贺氏没有资金、人脉，他寸步难行。这笔钱足够你律所扩大3倍规模。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请你离开贺萧野。贺老先生，您低估了他，更低估了我。他能为我放弃整个贺家，我就能为他放弃一切。我们的感情是一样的，认定了就不会回头。感情能当饭吃吗？他的公司马上就要完了，你那小律所，只要我动动手指头，马上就能关门。您除了会用钱压人，用势力威胁，还会什么？贺萧野的理念、技术和对未来的判断，都远超你的想象。您拦不住他，更拦不住我。我们会成功，但不是为了证明给您看，而是因为这本身就是一条更正确的路。告辞。你在哪儿？我和盛总马上要开会了，希望你能来。姐姐，我想让你和我一起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。好，等我，我马上到。这下怎么办呢？这么多要求，是啊，要不我们还是放弃吧？不行啊！贺总，要不我们还是放弃吧。是啊，这个盛总看我们前2轮测试数据不行，就又追加了一堆条件，他们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我们已经拿出我们最大的诚意了，整个公司都搭进去了，再也拿不出其他东西了。贺总，怎么办啊all in 全部资金，包括我的律所。何萧炎，我说相信你，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。姐姐，谢谢你。是啊，感情真好啊！我的天哪，这就是爱情吗？看得我也想谈恋爱了，好甜啊！贺总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我的条件就摆在这儿。行，咱们就谈；不行的话，就别浪费彼此时间了。你的条件，我可以答应。哦，不过我也要加一个条件：之后萧何科技的盈利，原本是我4你6，
现在我要求改成我气你3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贺氏集团独子啊，这商业谈判能力还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不过，我最多能接受55分，再多就免谈了。贺总，通了，第3个测试通了，数据超预测基准150%，非常完美。好，辛苦了。不过我要求目标再提高15%。明天早上我要看到最新的检测结果。没问题，贺总。盛总，刚刚数据你也听到了，现在我们可以谈了。要不要合作？我给你1分钟时间考虑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根本不是谈判，我现在完全是被这个贺小野带着跑了。盛总，1分钟时间可快到了，你也知道，我这个数据一公布出去，会有多少合作商抢着跟我合作，盛总不会不知道。还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！这合作我签了。贺总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你早就知道第3轮测试会成功，前2轮的失败也在你计划里，就是为了压低估值或者拿到更多话语权。测试失败是技术迭代的必然过程，不过我确实预判到了这个时间点。所以你说的100%是包括这些手段？姐姐，商业战场只有成败，手段不手段的，重要吗？不过，如果是我喜欢的，我不介意耍一点手段。小疯子。你的小疯子，现在该收割战利品了。新闻都看见了吗？我们2个现在，一个被逐出了律师圈，一个成了全江城的笑话，都是拜贺萧野和梁景和所赐。徐大小姐找我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些风凉话。我不甘心，你甘心吗？贺萧野凭什么成功？梁景和又凭什么得意？你想怎么样？搞垮贺氏集团，这样我们2个人就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。你疯了！我得不到的，谁也别想好过。贺氏倒了，贺家没了根基，我看贺萧野还怎么嚣张。至于那个梁景和嘛，没了贺萧野撑腰，捏死他就像捏死一只蚂蚁。怎么样？你到底跟不跟？你有具体计划？我知道贺家有几个内部核心项目的内部漏洞，只要我打听到了这个情报，你再用你的法律手段，我们2个里应外合。好，那这一回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贺总，海外的会议情况已经报告完毕了。很好，刚才的问题必须解决。这不是讨论，是必须要完成的目标。贺萧野，我饿了。贺总，这。
你疯了你，在开会呢。各位，稍等一下。怕什么？他们又看不见。再说，我把声音也屏蔽了。姐姐，找我什么事儿？饿了，还是想我了？你让我下来丢死人了都！你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！别动，再动，我不保证我会做出什么事情。好，好，我不动。你放我下来，你还要开会呢。你就在我怀里待着，我保证什么都不干。继续吧。贺总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我老婆来查岗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完了，这下彻底没脸了。怎么了？这么开心啊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现在这样真好，要是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。这就满足了，要求真低。家人身体健康，事业顺利，爱人在身边，难道还不好吗？姐姐，以后啊，我肯定会比现在好1000倍、10000倍。我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干嘛？我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干嘛？快接吧，万一有急事儿呢。妈，怎么了？小野不好了，公司出大事了，股票突然雪崩，好几个项目同时被爆出严重问题，董事会都要炸了。什么？你爷爷他听到消息之后就晕倒了，现在正在抢救呢。小野，你赶紧过来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好。妈，你们可来了，爷爷还在抢救呢，怎么办？阿姨，你别太担心，爷爷一定会吉人天相的。妈，您先回去休息，这几天你太累了，这里交给我。可是公司需要人坐镇，你得保重身体。回去睡一觉，明天还有硬仗要打。好吧，那我先回去，有事随时电话联系我啊。贺总，这是目前能整理到的所有情况，对方出手非常快准狠，像是蓄谋已久，针对的都是我们贺氏的核心命脉。好，给我查，动用你所有的资源，我要知道是谁在背后搞鬼。是。我来做核对财务和数据部分，这方面我比较擅长。好。这个案子和我之前处理过的一个类似恶意收购案很像。等我晚些回去的时候，找到那个案子的卷宗，也许有参考价值。病人响了，情况暂时稳定下来，可以转到普通病房。小野，小野，我在。小野，公司何时不能倒？那是几代人的心血。爷爷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何小野一天在，贺氏就绝不会倒。这是您的心血，也是贺家的根。我会把他救回来，完好无损的救回来。小野，何时交给你了？
需要我做什么？战争开始了。贺少爷，老爷子去了医院，我管不着。今天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，公司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大的漏洞？是啊，你一回来主持大局，就带给我们这么大一个惊喜。这贺氏集团可是贺家人几代人的心血，不能就这么毁在你手里啊！这要是填不上，大家几十年的身家可就全毁了。说完了。去年财报创新高的时候，在座的各位分红可是拿到手软，可没有一个人跟我说钱是怎么赚的。哼，怎么？现在公司遇到点风浪，各位甩锅的速度倒是比谁都快啊！这是两码事儿。现在是公司存亡的关键，贺小野，今天你必须立刻解决资金问题。哼，说的轻松，这么大的窟窿，放眼整个江城，谁能拿这么大一笔钱来填？我能。小野哥哥，我听说贺氏遇到了一点小麻烦，我们许家或许可以帮忙解决。什么意思？我们许家愿意出资帮助贺氏渡过难关。许家能有这么好心？说吧，什么条件？我的条件嘛，很简单，就是我跟你结婚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贺氏有救了！贺小野，你原本就跟许家有婚约，这下正好，你们结婚，还能救下贺氏。贺总，你还犹豫什么？这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啊！怎么会这么巧？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徐心言提出来救贺氏，难道这次的危机和他有关？小野哥哥，这个条件怎么样？横竖看来都是你贺氏集团赚了。许家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我们贺氏的事就不劳外人费心了。李助理，送客。是。徐小姐，请吧。好，你很好，贺小野，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？我等着你跪下求我的那一天。哎，这……贺总，你还犹豫什么？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机会啊！是啊，没有许家这笔钱，我们根本撑不过去。贺少爷，你可不要拿贺氏赌气呀！赌气？你们以为许家真的是救世主？睁大你们的眼睛，好好看清楚，这次贺氏遭遇的打击背后的黑手，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许家。怎么会是这样？那现在该怎么办？钱我会解决，贺氏集团只要有我贺小野一天在，就绝不会倒。景和，下班了，这么巧啊？学长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刚好在公司见几个客户，想起你上次提的那个复杂的案子，我这边有些新的判例思路，或许对你有帮助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正好有几个关键点想找业内人讨论一下来着。那咱们边吃边聊，我知道这附近有家不错的餐厅。好啊，应该我请你吃，走吧。哎，在哪儿？在加班，今晚不回去了。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早？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是不是贺氏那边的问题太棘手了？今天跟你见面的那个男人是谁啊？哦，原来贺总是去查岗了。都看见了？那来都来了，怎么没一起啊？啊，我这不是担心影响姐姐约会吗？
再说了，姐姐也没邀请我呀。看来是我疏忽了，我就应该邀请你一起来，正好聊聊怎么帮你解决贺氏的问题。帮我？那人是我学长，现在是顶尖的商务诉讼律师，今天正好碰上，我就顺便向他请教一下，像贺氏这种案子应该怎么处理。人家可是退了饭局特意来帮我的，贺总还生气吗？对不起，我不该乱吃飞醋。醋精！谁让我是7宝男呢？看见姐姐和别的男人在一起，我就吃醋。好了，说正经的，贺氏集团的案子是不是很棘手？别提了，那帮股东啊，赚钱的时候没少分，现在出了事，甩锅速度比谁都快。是不是需要一笔新的投资才能填补窟窿？我听说许家愿意投资。你都知道了？许家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。所以他们开了什么条件？他让我娶许心妍，我拒绝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次和上次你创业不一样，这次是整个贺氏。你不相信我？不，何小野，我永远都会相信你。我相信你有能力不靠他们就能自己力挽狂澜，而且我会一直陪着你。你别忘了，我可是个律师，我也不是吃素的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们整理一下案件。不行，再抱一会儿。哎呀，好啦。说起来，这好像不是第一次跟你一起熬夜办公了。上一次还是为了竞标贺氏的案子。姐姐是怀念那次办公啊，还是怀念办公之后的事？如果姐姐还想的话，我们可以。正经点，贺小野，我跟你说正事儿呢。你看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，它的资金流入流出都非常可疑，而且我刚刚查到，这家公司的实际控股人是陆枫的表舅。陆枫？他怎么有这个能耐？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情和陆枫脱不了关系。这件事怪我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他也不会这样报复你，报复贺氏。姐姐，看着我，这件事跟你没有半点关系，是陆枫他自己品行卑劣，输不起。就算没有你，他也迟早会因为别的利益栽跟头，明白了吗？不过，就凭陆枫和他那个表舅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大能力，动用这么多资金，精准打击贺氏的几个核心项目？这背后肯定有更大的推手。许氏，李助理，给我查一个海外空壳公司，我一会儿给你资料，给我查一下这个公司的资金流动流入到底去了哪里。是。如果查到真的和许家有关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那个资金窟窿打算怎么补上？你放心，我们还有萧何科技，还有医疗 AI 的项目估值。你打算用萧何科技引入新的活水，反过来稳定贺氏的股价和信心？没错。说。贺总，查到了，近期最大笔的资金注入，源头虽然很多，但经过多层复杂切割，最终追踪到一个离岸基金。该基金的实际控制人就是许氏集团的许心妍。果然是他们。李助理，立刻给我准备好萧何科技的 A 轮融资和资料，把风声给我放出去，要快要大，要让整个江城都知道。明白，贺总，我立刻去办。
放心，等萧何科技的融资落定下来，贺氏的股价稳定住，我会亲自送陆枫和许心言进去。你看到了吗？贺萧也还有后手。许心言，这就是你保证的万无一失？慌什么？不过就是融了点资，杯水车薪罢了，还不一定能救回贺氏那个烂摊子。杯水车薪？你睁大你的眼睛看看，那数字背后有几个零？这意味着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们投进去的所有钱，我们动的所有手脚，很快就被他全部都知道了。这不可能，贺小雨他怎么可能离开贺家？他哪来的这种资源？你到现在还以为他靠的是贺家？我们都被他给骗了。他靠的是他刚成立不久的那个公司和梁锦和这个贱人。我早就说过他们不简单。你现在来怪我，当初是谁像狗一样的求着我跟你合作，说只要搞垮贺小雨和梁锦和，做什么都行。要不是你出的那些馊主意，我会动用许家的资金和关系吗？我的主意又不是你嫉妒梁锦和，嫉妒的发疯，非要置他于死地，我们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吗？你这个蠢货！现在好，全都玩完。你闭嘴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我许仙再怎么样，也轮不到你来骂我。我算什么东西？薛大小姐，我是马上要陪你进去的人，而你搞垮了许氏和贺氏的关系，好好想想怎么跟家里交代吧。我没空跟你这个疯女人耗了，我得走了。骆律师，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？勾结许家，恶意做空股价，还想利用境外资本公司转移资产。陆枫，你做的这些脏事烂事，我每一件都给你查得清清楚楚。陆枫，我们好歹在一起10年，这10年里，我梁锦和扪心自问，没有半点对不起你。可你呢？出轨冯小小那个蠢货。杰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也说我们在一起10年，那你就看在我们在一起10年的份上，原谅我，好吗？陆枫，你根本就不配做人，你应该下地狱。我是卑鄙，我是小人，我都他妈这么求你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就是爬上了贺小野的床吗？就敢在这里作威作福？你装什么白莲花？要是因为贺小野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的脏嘴，不配提他的名字，把他交给警察带走。是。许心言，站住！许心言，站住！过来！放开！小野哥哥，你就放过我这次吧。是那个陆枫，是他逼我的，他蛊惑我。我再也不敢了，求你放过我这一次吧。原谅你一次，上次你和冯小小给景和下药，我看在许家的面子上，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，你是怎么回报的？变本加厉！你知道这次爷已经心脏病发，进医院抢救了吗？对不起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。许心言，你的歹毒，真是一次又一次刷新我的下限。许心言，你不是喜欢用钱来压人吗？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就看看，法律容不容得下你许大小姐。我不能坐牢，小野哥哥，景和姐，求你们放过我吧！把许心言也带走。放过我！不，小野哥哥，放开！没事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这一切总算都结束了。
他们有这样的结果，是他们罪有应得。喂，小野，你爷爷病好了，可以出院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和景和过去。哟，小野、景和，你们来了，爷爷正念叨你们呢。爷爷，您这精神头恢复的不错呀。贺爷爷，祝贺您康复，这是我带的一点心意。这孩子，这次贺氏能挺过来，听说你在里面做了不少工作啊。贺爷爷，您言重了，我也只是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。毕竟贺氏集团也是萧野在乎的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出事。你们两个做的都不错。以前啊，是我太固执了，守着老规矩，跟不上你们年轻人的想法了呀。那句话怎么说啊？out了。以后，景和抽时间和萧野常回家啊，抽空看看，吃顿饭，一家人在一起，总得整整齐齐的嘛。谢谢爷爷，我们一定常回去看您。爷爷，我们一定会常回去看您的，说不定啊，我们两个很快还能多带个小的一块儿回去看您，是不是啊？哎呦，好了，再好不过了，我等着你们。好了好了，车都在下面等着了，有什么事儿咱回去再说，日子还长着呢，是吧？来，小野，扶爷爷下床，咱回家。好，好，爷爷，来，慢点啊，慢点啊，当心脚下。贺萧野，你能不能别跟爷爷乱说话？什么叫生个小子再回来？谁要跟你生小子了？哎呀，除了你，还有谁啊？我们还没结婚呢，生孩子未免也太早了吧？哦，姐姐该不会是暗示我要向你求婚吧？我才没有那个意思呢，你少自作多情了。我就是警告你，别老在长辈面前乱说话。好，不提孩子。那如果现在不要求结果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先专心享受过程。你这个色狼，满脑子都是黄色废料。我满脑子都是你。萧野，你去开门，吵死了。不是我们家，是隔壁。隔壁？隔壁不是我家吗？他怎么会这个时候来？是我妈，她来敲我家门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别慌，别慌，你去开门，总不能让阿姨在门口一直站着吧？妈，景和啊，你怎么现在才开门呢？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也不接，我还以为你出啥事儿了呢。不对呀，你家不是住那边吗？你怎么会睡？我
阿姨好，我叫贺小野。这位是？妈，他是我男朋友。男朋友？你男朋友不是陆枫吗？不是嘛，我早就跟陆枫分手了。锦和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你跟陆枫在一起10年了，都快订婚了，说分开就分开呀？而且陆枫说了，你俩在同一个律所上班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呀妈，你先别在外面站着了，有什么话咱们进屋说啊。来，妈，你先别激动，我跟陆枫分手了，他出轨了我们律所的秘书，还想算计我的股权。至于律所，现在是我一个人在负责，我已经把他踢出去了。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可是就算是你们分手了，你也不能找一个这么小的呀。锦和，你30岁了，他看起来像是大学刚毕业的，你这像话吗？你们在一起能有共同话题吗？他能照顾你吗？你这不是胡闹吗？喝点水。阿姨，我理解您的担忧。的确，我比锦和小7岁，但我觉得这一切都不是问题。年龄不是我们感情的唯一因素。实际上，你是比他小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我们家锦和凭什么跟你在一起呀？因为我爱锦和，爱他的独立、坚强、专业，爱他的一切。我确实还年轻，但我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并且有能力给我们的未来负责。负责？你是做什么的？我现在开了一家医疗科技公司，目前发展不错，正准备上市。阿姨，您放心，我会尊重姐姐的一切决定，保证她不受到任何伤害。我也会用尽我的所有去爱她，照顾她，让她比和任何人在一起的时候都更幸福快乐。阿姨，也希望你能给我们的感情一个机会。现在年轻人呐，出息大得很。你叫小贺是吧？话都让你说完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我就这么一个闺女，她之前吃了不少苦，我真的希望她以后能幸福。阿姨，我会让锦和幸福一辈子的。好，锦和，你大了，妈也管不住你了。只要你觉得开心快乐就好。妈，谢谢你。贺小野，贺小野，搞什么鬼啊？怎么不开灯啊？姐姐，我说过要给你惊喜的。别动，信我一次。好。睁眼吧。请问锦和律师，您愿意接手我这个案子吗？委托期是1辈子。好。
清河，我知道婚姻不是简单的在一起，它是承诺，是责任。可是从我开始喜欢你那一瞬间起，我就知道我这份承诺和责任，我只想给你。梁锦和，嫁给我吧，好吗？好，我愿意。不过，以后这个家还得是我说了算。那当然是你说了算啊，你做主，都听你的。本来啊，我的心啊，我的人啊，我的钱啊，早都是你的。姐姐，那我现在可以持证上岗吗？我这个实习生有点等不起了。哎，你这个色狼，刚求完婚就想那个？我当然想要，我每天都想要。但是最重要的是爱你。我也爱你。